TVB 萬千星輝賀台慶順利完成，全晚最大焦點就一定係黃正寧波波踏入紅地毯前已經喺 IG 發文問網友今年台慶着咩好，識得為自己同公司做勢，非常叻女。果然波波冇令大家失望，而當晚亦有唔少電視機睇唔到嘅畫面。波波開 show前入廠，見到高層當然要打招呼，而呢位高層係樂小姐。台慶女星當然盛裝出席，戴祖儀亦都一改形象，行性感路線。葉倩文嘅晚裝相當性感，佢亦趁廣告空檔時間整理一下。呂慧儀喺廣告時段捉實曾志偉隻手，佢哋相識多年，相當老友。星秀小花陳卓儀就人氣急升，仲中獎得到500支 VSOP。何依婷雖然成為咗媽媽，但當晚可見身材保養得宜。李子晴今年因為女神配對計劃人氣急升，而陳貞儀亦狀態大勇，身材修長亦有曲線。